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領受主豐盛嘅恩典，樂意與人分享。今日嘅經文係提摩太前書6章18節，又要囑咐他們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捨，樂意供給人。今日嘅小故事，有一個疲憊嘅流浪漢嚟到一個農場，佢吞吞吐吐對農場主人講：先生，我好幾日冇食飯啦，你能夠俾我食餐飯嗎？佢紅着面講：不過請放心，我唔會白食㗎。如果你有啲乜嘢粗工，我好樂意幫忙。農場主人高興咁講：你嚟得真係好啦，屋嘅東邊有一大堆嘅木柴，我正需要將佢搬到去西邊嗰度，咁請你幫我搬一下。流浪漢好快就將嗰啲木柴搬好咗啦，佢坦然咁食咗一餐好豐富嘅午餐就離開啦。8歲嘅女兒就問爸爸：嗰堆木柴你到底要放喺邊度㗎？前日你唔係讓一個路過嘅叔叔從西邊搬到東邊咩？農場主人笑咗笑，冇講話。其實2個月嚟，呢堆木柴已經搬咗15次啦，今日係第16次。我哋一齊默想，神賜恩俾我哋，不單係俾我哋自己享受，佢亦希望我哋能夠幫助別人，不僅僅要有愛心，亦讓接受幫助嘅人不失自尊或覺得虧欠。將你愛嘅插頭接響神愛嘅源頭上，佢會使你成為一個滿有愛心嘅人。我哋一齊禱告。充滿慈悲仁愛嘅天父上帝，你將一切好處賜俾我哋，你亦囑咐我哋要行善，幫助有需要嘅人。雖然我哋唔係好有錢，但亦有你豐盛嘅恩典，足夠與人分享。求主賜俾我哋智慧，有謙卑同埋愛心，響施捨嘅事上沒有驕傲貪功嘅心態，亦不傷害他人心裏嘅感受，幫助我哋只彰顯你嘅愛同埋榮耀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提摩太前書6章18節，又要囑咐佢哋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捨，樂意供給人。